Hello，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大家嚟到漢興中醫古利明系列。今日我哋會一齊探討一個比較特別嘅中醫現象，就係叫做黃汗。你哋有冇遇過汗出之後衣服被染成黃色，好似拍葉汁咁嘅情況呢？其實呢個唔係普通嘅汗多或者濕熱咁簡單，呢個就叫做黃汗，亦都係中醫入邊一種好有趣嘅表現。講起黃汗，大家可能會第一時間聯想到黃疸，就好似身體泛黃咁。但事實上呢，黃汗同黃疸其實係唔同嘅。黃汗主要係指汗出之後染濕衣物，個汗液呈現出似拍葉汁嘅黃色，但身體未必會有木黃或者枯黃嘅現象。呢一點就好重要，唔可以誤會話佢係肝膽濕熱引起嘅黃疸。咁喺中醫入面，黃汗可以分為幾個辨證類型，最主要就係兩大類：營衛用閉型同濕熱混積型。大家留意啦，呢兩個類型背後嘅病理唔一樣，所以治療方法都會有唔同。首先講營衛擁閉型，呢一型主要係受熱同水搏鬥，衛氣虛弱，營衛鬱閉造成。想像一下，好似身體內部熱氣太旺，又冇得散，衛氣就堵塞咗。佢嘅臨床表現就係汗出如黃拍汁，仲伴隨發熱、身腫同口渴，好困重。治療呢個就要用啲疏通堵塞嘅方，例如我哋平時會用黃芪小藥、桂枝附酒湯，幫助疏通膿閉華，調理營衛。唔好忽略嘅係另一種，就係濕熱混積型。呢一型就係由外感濕熱或者內在濕熱太重積聚太耐，導致濕熱亨蒸脾胃，汗出色黃，仲有口苦脅痛、納呆、尿黃。呢個就係我哋中醫經常講嘅濕熱內鬱。治療方面，我哋會用清熱利濕，譬如加味玉屏風散或者其他降濕散去濕熱，幫助身體排除積聚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點樣知道自己係邊一型，又點樣判斷？其實中醫診斷唔係淨係睇汗嘅顏色，我哋仲會觀察陰陽失衡嘅表現，例如口感、脈脹、舌苔等等。例如脈紅大表示身體氣血較充足，相對容易好轉；細澀就可能代表身體正處於虛弱或者較難康復。喺臨床實踐入面，好多出現黃汗嘅患者都唔係單純因濕熱或者營衛鬱閉，要根據佢嘅整體症候嚟制定個性化嘅治療方案。我哋中醫提倡辨證施治，每個人身體狀況都唔一樣，適合嘅方藥都會有分別。有時用黃芪手藥、桂枝附酒湯，有時就係用清熱利濕嘅藥。講完咁多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明白，黃汗唔係一個孤立嘅疾病，而係身體內部失衡嘅一種表現。其實呢啲現象提醒我哋要注重身體內在嘅調理，改善身體狀況，自然而然就可以止汗，身體返正常。其實呢，現代人生活節奏快，壓力大，唔少人都會見到類似呢啲汗多或者濕熱嘅問題。最緊要就係要識得辨證，唔好亂用藥，咁樣先可以真正改善健康。如果你對呢個話題有興趣，想了解多啲不同類型嘅黃汗，同埋點樣喺臨床配藥，記住多睇睇中醫經典，又或者同中醫師討論一番。最後，大家記住啦，如果覺得呢條影片幫到手，請你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點個讚，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。咁我哋下一次再見啦，拜拜。